家好，欢迎收看今本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日เรา大家都讨论嘛，家咧诶讨论乡亲朋友老爱可能都懂熟咯，嘅嘛家咧呢个客家文化，吼诶客家文化嘛家咧客家文化存在，然后客家文化研究嘅重要性。了解嘛嘅意思咧？大家有发现冇？都推翻了按多年来，其实都喺呢個研究，然後講學術和學術按來講，慢慢要當去挑熱按樣客家嘅研究，到底幾多對外都有嘛嘅重要性？吼，呢啲長度專家學者嚟啦，大家來分享啊，大家來分享今日嚟，裏邊其實係類似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人嘅莊偉安教授分享。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交通大學嘅文化學院嘅院長莊偉安，大家好。分享嘅教授嚟到節目地度吼，其實同教授見面唔係第一擺吼，所以講係第二擺吼，應該唔止兩擺。不過今日嘅公司採訪係真真實。同現場按用人哋節目地度按用大嘴鼓吼，其實公司採訪吼，今日嚴重嚟到鴉片係有一些緊張，用人講的，因為唔看到我主持節目按多年吼，按多心。講清楚嘅客家文化嘅事情啦，客家語言嘅事情啦，不過基本上係第一擺吼，要站在一個有冇比較較學術嘅立場，有冇來講一下客家文化吼，不過每一下誒，時常有發現這幾年幾年其實啲台灣有青島嘅大學，慢慢有建立像嘅客家課呢，或者是客家嘅研究嘅一些。課程也好，或是像說台學啦、研究所，甚至博士班。客家研究喺台灣吼，其實係也唔係講也按多年真開始啦，其實當做是開始嘅吼。但是做前客家研究可能啲嘅，比如說啲台灣文化，裡面，甚至啲中國文化裡面，安尼被研究了哈。一直都台灣人講本土化以後，也講比如說20多少年縣政府開始推本土化以後哈，開始有很多講制度性的機構哈，開始就聽中央大學開始就有客家文化學院，中央大學很多客家學院啦，對不起，那交大這樣的客家文化學院，另外還有一個後院就是聯合大學的叫做客家研究學院，另外南部還有研究所，還有一些系所，也是真是它制度性的，但是看客家研究嘅對台灣的情形哈，不能只是看客家學院，也要講客家系所，因為其實就論文的看哈，可能有1半以上嘅客家研究論文。不是出在很多客家學院裡面的，比如說其他一般的台學，比如說有台灣文學研究所，啲都懂到客家文學嘛，台史所，啲都係懂到台灣跟人哋同客家歷史有關的，用其他嘛其他文學嘛都會有客家的論文在那裡，都會有客家嘅痕跡啲度嘛。不過最終先生講嘅，真正係。按多年過嚟，慢慢形成講咩？中央大學嘛，哈，聯合大學，然後交通大學，像是有一個制度性的，對，制度性的客家研究機構。是，不過這是非常非常係清楚嘅事情哦。唔過公司採訪，一般來講，啲節目地度同大家來討論，按用嘅客家文化嘅東西嘅時間，都較輕鬆嘅角度來講。對，唔過公司採訪哦，像我們啲在做節目嘅時候，我們很常常去查論文資料，有冇去查啲論文嘅資料？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好了，比如說我講一個比較像我們走音樂嘅節目嘅時間，有冇？你要做音樂，對，你看除了有台灣音樂史的發展，台灣民族音樂的發展，當然青創義工都閃過上台跳嘅時間，馬上就要想說，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記載，有個論文？好，我這樣子是比較膚淺的，從外面來看，就說，其實你看一下就會在研究裡面很重要的一環。這樣跟我欣賞，做對了，很怕一講錯，立刻被院長打臉，有嗎？不是說欣賞其實，所以像交通大學客家後研究欣賞，從教授這邊開始創立的，從沒我創立的，那個是我係聽前排太後過來做院長，那個是我設的。對，然後如果總用太後嘅創立的時候，老師也是有參與在裡面一起。也不能說是我創，我是第一任院長，但也不是我創。是，不過老師，所以客家研究。這種高階的研究現在是真的很重要。這樣我們要怎麼樣比較白話文一點，可以跟鄉親朋友來分享，按用嘅觀念。你講啦吼，
客家研究对客家文化地度哈，它一直都很重要。好，因为调点书带就讲，其实因为客家人客家族群的出现哈，它不是自然就出现的了。好，客家人群的出现，一个客家主权出现哈，它都是在学术论述基础上才出现的。比如说，中国看来把那就章有客家人，那就章有客家的名称哈，都是传教士啦哈，客家文人啦，客家学者创造出来的。可是我会比较也不能叫夸张，就是比较进一步的讲讲，嘿，如果没有客家研究的话哈，就没客家族群的存在了。你就伫客家研究对客家文化的重要性在哪里？没有客家研究就没有客家文化的存在。不过，经常跟他有共动，好像有时候这几年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论述，黑暗有你就会说对于客家的定义，黑嘛改客家文化嘅定义呀后，或者是说客家文化嘅溯源呀后，共识采发，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论述。对，老师，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想法？基本冇时间讲嘅事情哈，贴层的嘛，做得简单来讲一下，用2分钟去讲一下那样哈。因为客家研究其实也还读到一太个挑战，就讲哈，因为客家成为客家这件事情哈，其可能一直都是在1932年左右就被定掉了。是。定了掉以后，这种讲法哈，其实一直都根本也。全世界客家团体也讲客家人群也讲客家人哈，其实还是有这个承受这一块说法，但是最近有新的一些资料，有新的一些证据，跟有一个新的方法论的检讨哈，就会挑战到从其以来所接受的这个安永的看法，这个部分做在讲一学期啦，可以说一学期哈。不过为什么要偷偷问先生安永嘅问题？因为先生讲无客家研究就有无客家，也系无客家文化，所以你看安永嘅逻辑，一般来讲，我们一般人可以讲没有做学术研究或是学术认识的人，很难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哈。不过更多压哈，其实。按斗年啊，有看现场很多的这个发表的论文哈，不一定都有在看内容哈，因为有一些铁层呢，要看不是哈。所以其实我知道台湾的对客家的研究，其实已经我觉得算是走在比较前面，走得很讲嘛。台湾客家研究哈，其实讲也全世界最后的啦哈。来讲个数字，看大概唐豆可能会吓一跳啊。台湾以台湾为主了哈，差不多平均哈2年就有一本以客家为议题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就你说6年就2年，哇，不是说1年底度哦，差不多会有150本以上的客家研究的。学位论文，没论文啊。不过现场敢有按到嘅议题做点研究，哎呦，问看无水准啊吼。不过就会唔低张问嘛吼，有按到嘅议题做点来讨论系。基本上哈，只要是条摆讨论过问题呀，做一个重新再过一次哈。应该就讲，所有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谈生物啊、谈政治啊、谈某个角度哈来看哈。客家研究跟议题都可以重新做过，人类学的角度要走对冲嘛？对。我真的吃懂金美彤院长那种讲法，我真的很紧张呢，因为他讲的好深啊。你人类学的也没有，真的是可能人文社会科学院里面青斗跟议题就对，从客家的角度来讲，每个学科都可以切入啊。人类学者当然有很多客家议题嘛，社会学者懂得客家议题嘛。你做公共行政人也可以做嘛，你做文学、做艺术，甚至做舞蹈都可以做客家嘛。是。刚刚你做音乐的人，甚至做某个语言学、某个发音、某个客家都可以重新做过，所以是做不完的。嘿，你讲语言系上就有共斗嘛，比如讲，可能呀，看电视嘅乡亲朋友知道原来按永远冇唔错，就是时常讲的人类学嘛，对不对？哈，民演的问题啊，人文社会科学里面好多的议题，其实对客家的领域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不过，时常你真的讲的让我很意外，就是2天6年就一本，2年就一本客家的研究也好，论文也好，做得没研究论文是
学位论文，是拿到学位的，拿到学位，哇，拿到硕士以上学位论文的这个数量。所以难怪时常会讲，迄讲你同其他嘅素材做啲研究，客家其他嘅素材比起来，台湾算是现在是走在全世界都比不上加起来都没有台湾多了。大概有糖豆嘛吼，你还是常讲嘅。全世界跟学位论文加起来都冇台湾安多啊，都冇吼，真嘅。所以其实伫客家天师上班嘅时间，你会查嘅论文嘅时间，真的算是清黑人吼，因为你都在你身边。对，因为你真嘅，你坐在那个天楼面前嘅时间，你凊彩用大以下嘅事吼，就有青岛做啲相关嘅问题做啲讨论吼。不过还有乜嘅分享吼，请大家先聊下，等下张总来讲。伊就伫绕墙度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後人嘅人種總會按教書來到節目底度，撈大家來分享吼。前一段節目同大家來分享，其實喺台灣哦，公司採把客家文化嘅研究在學術的地位上面，其實已經表現得挺好吼。我根本意要向欣賞嚟到鴉片，當然唔係咁簡單，吼，有很多問題可以搶高欣賞。不過唐公今年開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就客家研究的博士生，是第一屆，係第一屆。不過現場就得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第一屆博士班的一些招生的一些訊息嘛。係，所以想同大家來報告一下講，做埋20個博士班吼。其實因為喺台灣而家嘅情況吼，醫道研究所唔單止講係人文嘅，其實啲嘅理工科也同樣讀到一個問題，就講有啲人因為講讀博士班咧。嘅投資報酬率比較低啊，然後其實很多年了，一直就會在減招中啦。台灣的趨勢是這樣哈。但是我因為講客家研究有一個需要講來設個博士班，佢當初嘅原因就講人哋前面一段提到咪哈，因為台灣雖然係做客家研究做當好的一個地方哈，在數量上，但是也沒讀的一個狀況咪，我像客台嘅同仁哈，係沒有講。大概有咁樣嘅想法講，你推客家文化嘅時節哈，推到一定程度也覺得講，在往上加把勁，在往上推，也需要另外一種樣嘅投入哈，另外一種想法，也講另外一種方法進來哈。其實喺台灣，也講全世界看客家文化嘅推動哈，也有嘅你我自己嘅觀察啦哈。其實客家文化推到有一點推到一個極限，不管甚至人講像。不管學 VP 也好，課台也好，客家天師安尼客家後院的學者先生、學生的，都認真地推客家文化，但是像安尼語言也每年都在下降。不是講需要有一個新的方法、新的一種研究一個新的理論哈，再進來，才把你客家文化面臨的下一階段的推動哈，有所幫助啦。因為講。下個博士班是當創業嘅，但是因為以前哈，上到博士班就一直想到講，博士班給學生嘅年紀較大哈，個當到也目前的狀況，喺台灣看當到一樣嘅特別人文嘅咁樣嘅博士班嘅學生嘅哈，因為愛照顧家庭，啊咪愛唔單止講照顧生意的阿爸妹也有家庭的照顧，佢會發動時間電腦杯賺錢做條路。因為博士會投資嘅時間較長嘛。對，嗰時候就會變到讀個博士哈，讀出來些哈，研究較大，都當多年10年啊，嘛個吼按長。嗰時候高中大學有個新的想法，就講可能希望也新來博士生哈。當專注3年，將個創業的課修完，這些年可以去做交換，也講去做田野，很盡快把專心做，把學術的東西做完。也係想法就講倒過來走，倒過來走就講，當到博士班差唔多博士班學生嘅時間哈，當到我走個樣在職生，民間的企業經理啦，公部門嘛個。
科长、局长、某个处长，然后这种人在博士班很多。在职，其实也没个红火啊，跟同火，因为经常讲迄在职进修博士班，对，因为企业发，一方面有专业跟职务可以搭配嘛，哈。但是也是一种做法。其实做在上班，又做在读书，不过较无闲天天。对，那就是一种做法。辛苦。或者搞懂他要不要做位出讲哈，我很希望。你就是彻底转型一致，叠段给7年底度，交通大学给你今后的支持，然后你就是好好的专心把这样的一个研究做好，然后不要分心，就不要觉得好像说，因为有轻动你的时间来到轻重，结果好像，也没有学位花了很长的时间，家庭的照顾又两头烧，又按有给感觉。对，希望讲较专心哈，没讲有一条路人做唔通，是讲有一条路人有一段时间，还没讲把投入哈先搁置一下，然后专心来读3年书，哈，提醒一下论文，去国外交换，也讲去做田野，然后希望训练出一个较古典、较传统想象中的一种博士，客家博士了解，对，真经师兄经常讲真的是厚厚的7年的时间，你真经厚厚的做学术的研究，按有给感觉，因为不过经常问一下哦，伊经常讲有青岛给你可以在职有冇，黑某就会一边上班一边读书对，不过黑讲像经常要拜讲到按用博士班给。期待，你讲期待也好，期望也好，会有什么其他的资源吗？资源，比如讲奖学金啊，也还蛮有个东西。一般来讲，要把博士生哈当做一种学者来养成了哈，当做学者来养成，其实第二高底度基本上要先接受2种工作。就是基本上是工作，但是有薪水的工作，就没在外面的工作哈。第一个工作是跟老师做研究，要讲做研究助理。其实研究助理这位科技部的一个计划哈，你跟你的指导教授做科技部的研究助理的话，有时候一个月可以拿到2万多。好，那你在那个系里面当文就这样叫 TA 当助教，你当助教其实另外有配嘛，或者说你练习做欣赏，也讲练习做研究，这是本来系里面就会安排。那我们有一点加码了哈，就是说另外研究讲有一种很多 scholarship， 就讲不用工作的奖学金哈。那交大在第1年就是比较用力的去募款哈，然后跟学校要求支持。我们现在是预计是针对每一个学生提供每个月3万块的奖学金嘛哈，希望说有真的是很大的鼓励，3万的奖学金加上给那个叫做研究助理还是 TA 的一些收入，应该可以养活他自己，甚至可以补贴一点点家里的可能不够了哈，至少他不会变成家里的负担目前是希望可以很多安心就学跟经济上的规划，目前是这样。所以这真的是哇，按用谈起来真经，迄讲真经有机会啊，迄讲你真经有兴趣，不能可能有其他嘅考量嘅时间。不过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讯息，对不对？不过讲到鸦片大家就会问哦，一般人啊，肯定是嘅乡亲朋友，可能不还有印象诶，像喺读书做按用嘅研究嘅时，大家就会想，该问一下，像欣赏在博士班推出的课程也好，口场也好，有什么特色？嘿。其实一讲来讲哈，读书哈，一般人来讲，以为讲我到学校哈，就要念很多实质上的知识，比如说像人家这个客家文化，就讲也某个客家文化，某个哦，也讲某个歌曲诶有某个几多种哈，也个语言有某个分类某个样。就按用跟英文问的啦。但是第一博士班哈，其实真正的重点不在这里，真正的重点是要讲给博士生哈，训练成一种自己能够做学问的能力。这好重要。对。可是我们的比较重视，就比如说我们有客家议题的
辩论，是比如说有争议的问题用辩论，用客家的议题也讲研究客家的时候有没有个方法，有好几种执法方法、网络方法、什么方法、大数据的方法，这是方法上的训练，然后看客家族群，也讲看多元文化有没有观点，这是理论的观点，或者我给你某中央的理论的观点的训练，基本上是不给你一个装备了，没讲那些会懂的东西，会就做的饼呀，其实不是因为讲吹气械你面对不同的问题，你起来有一身装备，有一个能力可以知道我想要知道的事情。这是博士要训练的重要地方。就这样就会有大家对学校像那研究所也好，也系学师班给有一些比较错误的想象。其实你落去，其实对欣赏来讲，就会你自己的初料欣赏，欣赏来还用讲。说错在包含爱唐喜谈按讲爱给讲出黑暗容易，其实你托博士不跟你托给黑马该口内，其实你给创造力轻松点。好，然后爱要知道你托出给高场低度，其实黑训练你做后面的方式。比如说，因为你托博士，你会托。勾黑就给嘿嘿，那就某买事情做诶。你一听说会有一定的想象、一定的考量，然后讲你未来在学术界你都得给予的贡献是什么？所以你想想看，如果黑讲是这种我只举2个例子，比如说你创造力的培养，然后你做后面的方式，你按用给气感那种 discipline 你自己的训练可以嘛该，那你勾黑你才可以用按用给能力去做很加多的事情，而且按用很加多的事情可以一种永续的发展，按用永续的发展。当然，你如果是一个很棒的学术研究者，你才可以回馈到我们整个按用客家文化的研究。故说讲，一个博士在人面前每件乜个事情，每年记唔知会当真相。真是记咩百科全书嘛，因为记迄清专精研研究一种东西。记咩乜个东西都知，但是每记的问题的话，记有能力解决。记咩唔好挨，唔会，但是听讲，唔随便唔挨嘅事情挨知咧。做嘛会知，要按能力去知啊。给出来博士的训练，给基本的个就是条件。做学问的方法，比如说佢唔知唔够，佢有能力去解决去请方式，也是创造力的一种，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其实哇，欣赏雷多亚片分享，其实唔单讲黑博士班嘅资讯听听，也是跟我们分享很多一种，那也是一个学问哈。不过还有乜该东西都得同大家来分享咧，等一下摸一下欣赏哈，聊一下。伊就在绕墙道中部院搞书里头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分享哈。其实有时候真正做学问，唔系大家想嘅按简单可能你读国小的时候，经常会教你1+1等于2，对不对？然后你读国中的时候，可能是做一些基础的训练。我们说我们在学习上的基础训练，希望你读高中嘅时间，大家就在台湾按用嘅教育体制底下，大家就知道，就是要继续念大学嘅用嘅，不过都。研究所也好，博士班工会，其实大家就要秀，你可以你进去里面，老师说你今天上什么课，我们一起来阅读，我们来学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好，所以这中间也是就像刚上段节目欣赏分享给，有时候其实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训练也好，一种做学问的方法，不过更多鸦片就会摸一下欣赏，所以这一次，那照你这样讲，我们亚拜博士班给师资轻用轻厚黑嘛，轻巧，台湾差不多。这位按你看起来第一客家应该说在客家相关系所的欣赏大概在70个左右，全部对不对但是我有其中的30个。是。好，那我们的师资主要有个 T-set 黑人类学、社会学历史、文学，另外就是传播科技了是。那我们传播科技其实就讲它传统的个传播，包括平面媒体radio。的 TV 也讲，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虚拟摄影棚的这个经营，我也做大数据，做 AR， 做 VR， 其实这种科技我们都非常的好哈。不是说第2年师资下面来讲有人文社会的师资，加上传播科技的师资，合起来要训练什么样的人哈？我也不是所有的东西全部放进来，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重点的哈。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讲，比如说，客家文化这一块当然是重要的，
我很希望进来的学生永远以客家文化的范围作为他真正研究的议题。好，这底度当然就是说不完的挑战了哈。另外一个就讲比如说讲做像族群传播，比如说传播底度，比如说客家天师特就是属于族群传播的范围啊，这个传播领域是属于族群传播的领域。中马族群它有特别的传播理论，也可能跟族群的传播权、族群发言权、族群那个的各种案例讨论哈，有一定理论上的论述。全世界都会牵扯到讲，它落实族群的文化权、发声权，也应用在公共的资源上做安排。也跟亚洲族群传播有关，但是另外一部分我们也知道，像台湾哈，也最值得骄傲的就讲，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好，故说，客家研究底度也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就会跟多元文化有关系的这一块。有客家作为多元文化的这一块，好，这个发展其实，客家的规则的。台湾社会结构里面的位置，好，像这种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块。特别讲客家研究，像客家原创运动员来，其实给真正争取的，也讲给发生的，也不是只有客家文化、客家自己身份提升而已，其实给对整个台湾社会的多元文化概念，其实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完全认同，对，真挺黑暗。就说客家也是要贡献在。围在了台湾社会这个部分，因为就像喜长贡黑贡你喜长刚在里面，喜长贡暗斗哈，我找1、2个我刚才想要分享的，比如讲喜长贡，你在这边找到一个是自我认同的概念，或者是地位的提升，可是他强调的，大家客家案有的事情，其实强调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多元族群，所以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也跟族群的地位提升，懂也。对，不是只有客家嘛？对呀，每一个都一样嘛。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概念。对，那当然老师刚刚也强调，就是说，其实底下搞同台后有传播与科技，不是只有传播与科技。你看底度有功都，这个就很吸引人哦，就听下名哦，功都传播给世界，用客家天师黑出去传播，就会里面涵盖的一点，刚刚他有分享。而且，但是因为客家都底吼，因为它传播同以前某 Q 用，以前纸媒好流行，对不对？对，它慢慢萎缩。你讲你阿讲天师，你讲真嘅，按有看传统天师跟引用记啥嘞？某一天，比如说整个媒体介质的改变，所以其他没有科技。新媒体啊，我们当然也是很重视啊。对，新媒体嘛，对不对？然后就是全媒、新媒跟喜长刚才共同，你供呢在科技上面有好多，像你们交通大学应该是第一个传播与科技科系里面第一个有自己对，我们自己有虚拟摄影棚，虚拟摄影棚的一个有虚棚的。学校对嘛是嘛，后来基地就会按用面后，对，后代木工。做虚棚简单来讲，就像李安拍少年拍那种技术啊，对，就在虚棚里面拍的了。是，所以我们都会。哎呦，简单来讲，厉害哦，安强。不是说真理就跟欣赏讲那这样子接着过来，其实里面涵盖的范围是很广，所以师资当然也是。很多对，不过经常公司在发，共同压下泰嘎就会问啊，这很现实泰嘎就会问说，那我们未来的发展没有？未来出路在哪里？真的，我们这很现实嘛，一定要讨论的。对，当然讲有些都博士的吧，突出来黑模条路啊，也多多少少都不能够有所交代嘛，对啊，部分目前看起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们比较乐观就讲。比如说像客家文化研究很多地方都有需要。来讲，没讲像客台不需要，客台可能也是需要有比较高阶的客家文化人进来，就可以帮客台有一些更多的注入甚至讲我们中央客家委员会它移动的机构嘛没讲现在也没有人我不是说现在没有人，但是讲会把整个客家文化往上提升，所以有现在已经存在的客家机构都应该值得有比较高阶的客家研究的人进去，把它不是说要去把人家提升就是基本上是进去之后可以有一个新的力量，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发展嘛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客家部分是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比较重要可能还不在这里，比较重要是说像一斗影、斜肩影大家都知道了比如说像文国花会其实在过去。16年，其实发了很多案子，是做族群主流化的案子。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像客家委员会有客家基本法，
原住民委员会有原住民基本法，文化部其实在推国家语言平等法，发展法是平等法。那教育部也在推这种本土语言的教学的推广，其实也都牵涉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些概念，很多族群素养的概念。我一直在想说，族群的素养，其实也在电视台，也讲这个媒体，也讲这个立法院哈，我看到人也爆出口，对那族群不尊重的按语言哈。其实按的说法就有一点像挑白对女性。不尊重语言会从某个人讲出来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很共用的。对，故是讲族群素养啊，提安阳对多元文化尊重的安阳的教育哈，是未来会显得很重要。是好，故是讲也在大学里面通识教育哈，未来一定会有一块很重要一块，就要推族群平等、族群素养、族群多元文化的概念。我觉得这个部分进入大学里面通识的课程，也讲对。国家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想法哈，这部分人才还是很需要。是，其实也不要只看台湾。对啊，因为你看，它感染它的特色就是给全球分布嘛。或者你看，隔壁从中国开始看哦，中国来香港啊，也讲马来西亚、新加坡，其实各地的客家文化都在发展中没错，没错。那时候也有人很想来台湾念我的博士班了哈。也有可能，我们大概在第2年还是第3年以后，我们开始会招国际生。那第1年就没有。是。以后我们就开始招国际生。那像客家文化的全球研究里头哈，未来还是非常有工作的位置，而且感觉上听唐先生那种分析过后，就觉得它真的很有发展性。对，因为怎么讲呢？就像刚刚先生举的一些像立法院的例子哈，其实为什么会说越来越发展性？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整个台湾的存在，还是有我们自己历史背景的脉络。哪个干部会按用给？不，黑某就不会有今年的今年不用还我母语运动按用给一个重视跟议题。那为什么要有还我母语运动？为什么要还我？那肯定就是叠勾一跟一团时间，可能有话语权的被被。主要是传播权没有被伸张嘛。对，或者说你看这个跟我们整个台湾发展的这个历史脉络有关，我们的背景有关。或者说发展到紧不逆，你看就像邢长讲你这样子跟我讲话，跟你不尊重女性，你藐视女性，那以前可能存在，但现在是不被允许的。对啊，所以慢慢的就像。族群也共用啊，台湾人无安尼族群互相尊重的语言嘛。对。种给媒体比如讲嘛，客人啊，按用用词对不对？配薄有冇？唔知讲按你发底度会不会牵涉到某个族群的问题？也就是素养的问题啊。是，所以你看，故说亚哈其实不就像我今天跟邢长给公发给时间，我们也是要很注意很多词汇的使用，对不对？因为这也就是邢长讲的这个族群背后的议题在那边，所以这也是现阶段其实太敢你可以轻重视是。终于可以好好的在未来好好的去重视这条路，去行那条路哈。现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最后我们跟最后30秒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报名条件？有冇？就我按用给你做的去报名嘛。其实按用也考试按用的嘛。这有规定就是硕士以上都可以报名，黑模发同等学历也是可以。同等学历也是可以。但是我们没有笔试。没有笔试。对，大家看就知道送论文或者是送你的计划书。那基本上是资料审查是一个过程，加上我们其实会有很长的 interview。对，会有很长的口试的过程，这样子很好，会有很长的口试过程。因为常常会增进，因为佢冇笔试嘛，故作佢去增进去了解，你做得做嘛个研究吼，大家伫4月到4月16吼，大家会记得有兴趣，大家老大家讲，你好好来为你个客家文化做大饼，故作增进，谢谢高叔来到鸦片同大家的分享，接下来同大家来分享伊按用嘅问题，吼，大家做得好习种松口嘅用，好冇？做嘅吼，感谢先生，好，感谢本案。谢谢。看一下高中大学嘅招生网站，好，冇问题。详细资讯，真嘅，感谢大家。好，该听下咯，邀请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嚟做认同了。